但提摆盖满6档，毋过设站的点却只有77站，无像台中已经破1000站，差天差地。议员陈振东伫总日巡对啊期待一步一步扩大到500站的目标，嘛特别关心咱委外经营的模式，要求无增加预算之下，参考其他县市的经验，提高借车、行车等使用的方便性。当然，车况歹太晏，嘛建议不管是互社会福利团体，或者是你办公处，一定爱搁再利用。我们当然就是发现说站点少啊，车辆少，难操作，然后荧幕显示看不清楚，故障率很高，然后还有站点的一个人次非常低哦。所以这部分确实，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评估整体的交通的一个路网跟交通局的一个我们的红绿灯的状况之下，都有这个数据评估。那未来这个地方也是要有评估才去做设置规划的一个部分。南市政府的一个共享式脚踏车团队的一个部分，确实要请我们局长再帮我们用心一下。我想议座提的这些都是我们思考过的这个方向哈，就是说对于市府相关单位或者是甚至相关的市府团体，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想这部分我们后续会把它纳入相关的一些规划。不过刚刚议座也跟议座说明，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改变了一个招标的模式了，因为我们在原来预算规模底下，把这个营运期拉长，另外是一个改变是把这个收入回到营运商，这样他才有动力去增加这个需求，或者是吸引民众来使用。我想参考其他县市的这个委外营运的规模，我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而且希望透过陈如刚议座讲，透过站点的规模的扩大，那个使用量才上得来，因为它必须要有路网形成，我想大家才能够有租有还的地点可以来方便使用。会中议员嘛针对外团，因为选举年，所以担市政大幅度来铺路改善，要求市府澄清，并通盘检讨各项路边的病症。对此，干务局长表示，担市每一档路边预算都有编列20亿，也无包括向中央所争取的前瞻40几亿经费来施作大条道路。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